殿下是唯一一个逃出来的人，如果你想起了什么，请随时告诉微臣。那是一定，多谢大人。陵园那边什么情况？全都是昭王和德妃的人，尸体已经处理干净了。皇太妃和升平公主也走了吗？走了。我听说他们在后面使了不少力气，劝说皇上一定要查明陵园的事情。我看皇上对此事也颇为重视，不然也不会派刘大人过来。主子，你为什么不说明真相呢？我们手头上还没有任何证据，贸然说出来，只会打草惊蛇。可是您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我觉得德妃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自然不会再坐以待毙。既然知道德妃擅长用毒，无非就是从衣食住行下手，那我们主动出击。可是我能想到的，德妃也一定能想到，她肯定正忙着销毁证据，所以我们比的是速度。我方才装作失忆，就是为了要让他们掉以轻心，好为我们多争取一些时间。都说相爱的人心灵相通，君王和我们家姑娘真是不谋而合。你们干嘛去了？姑娘把要找线索的消息散布给了工会的人，这会儿大家应该都已经忙活起来了。夫人思维敏捷，考虑周全，可是不是应该提醒大家一下，万事小心，免得让人起疑？放心吧，宫中鱼龙混杂，为了避免走漏风声，我只跟工会里的人说，我跟君王啊来自民间，虽有史据可查，但我们还想多知道些宫中的奇闻异事，为了避免日后小孩问起，因孤陋寡闻，为娘的羞愧。听闻民间常言，女子与人两情相悦和怀子的过程中，最是貌美红润。今日一看，当真如此。至于说什么女子产子前后最易反应迟缓，体乏健忘，我家夫人倒是个异类。照顾好你家主子，多喂些糖药，免得又说胡话。都说女子对自己倾慕的人温柔恭顺，怎么，开句玩笑都不行了？都说男子在外是谦谦君子，到家方才露出登徒子的本性，果然不假。